拄则改心情莫去歹去啊，袂要紧。哇，我有发现讲，这几工啊，伫厝啊，甲翁两个人伫厝，毋过无亲像以早注意庙的时阵，这嘛第三届啊，前两届都拢伫厝，都定定冤家。冤家的原因呢，嘛足济就是我听着伊讲啥，我都无欢喜。会无欢喜的原因，就是我对家己的看法，对家己的价值，认为家己无价值，需要讲听着好听的话，啊无就是爱别人的学老，较有法度证明我的价值。毋过即马我有改变啦，我认为即个价值是爱家己去找出来的，毋是我靠别人，讲你做有价值，就变做讲我需要做互别人看。我若做别人看无，啊无就是我做诶代志别人无认同，就无可能甲我学老，安尼我就会无价值，就变做即种循环。啊，毋过我若讲做无好，有一寡主流的即个价值是较歹达成的。若亲像讲我进前写小说，写册时，会变做讲主流的价值，就是讲足侪人做爱看，足侪人上好拢不但看，去追随，逐工拢伫遐等你写的小说，阁有人去找，讲要甲你出册，亲像哈利波特迄种程度。因为我的头壳内底有即种对主流价值，啥物是上好的，有价值的即种想象，变做讲，我若即马写的小说毋是即种，无即种题目，我就会认为无价值。我就替即种价值，替伊放票啊！即马我当然就是爱豆豆仔去改善，去珍惜我即马有诶。咱拢会认为讲，这工课啊，做工课就是爱做拼做冲，薪水足悬，位阶足悬，搁做主管，做甲啥物做高赞，认为这就是有价值。咱就无法度认为讲，就做一个普通的员工，有可能是有时是替人决定，叫你做啥你就做啥。咱就认为讲，这就是伫工课上无价值。毋过，真正是安尼吗？真正是安尼无？就算是一个足关键的一个主管，也是头家，实际上，伊嘛无法度讲，伊想要做啥就做啥。这个市场伫遐，伊就爱去遐。今仔若讲趁无钱，伊嘛是爱听钱的话，就共款啦。咱只是用咱这个主流社会的即种想法，套伫咱家己的想法头壳内底。我即马嘛是讲，爱一直找着台语的价值，毋是讲台语这语言的价值，是讲我学台语讲台语的价值。我即马嘛是有困伫内底，认为讲我讲台语爱讲做好诶，上好是短短的时间就进步足紧诶。我会欣赏讲进步足紧，毋免开足侪时间，就讲做好有天分，讲足深。阮嘛有追求即种价值，毋过咧，即种价值是使人痛苦。有的人
就是拄啊好伊学拼音、学口说，拢学足紧的。毋过伊有可能有其他方面是我比伊搁较敖，只是讲我比伊搁较敖的所在，拄啊好毋是主流的媒体众人会较稀罕的。安尼我就认为，这就代表我无价值。这若亲像讲，有的人就是生啊水，咱即个社会若富人人查某囡仔生啊水，这是足有价值的。伊有可能会当去音幕顶悬去搬戏、唱歌，无就是讲伫公司足有人面，足有亲缘的，等等。这就是咱这社会价值。那就变做讲生甲水的人，就足欢喜的，家己有价值。生甲无水的人，就开始无就是大箍的人，就开始想讲，我就是无价值。这物件拢是需要家己甲头壳内底即种思想去改变。我即马知影讲，有时阵嫌家己的原因，就是希望讲我会当达成迄个程度，就是即个社会拢会拍破仔的程度。毋过，即社会认为无啥，我就颠倒我做会到。我缀做，毋过我就无要伊，变做安尼。亲像讲，我若伫外口会当加讲台语、加使用，其实这是足可贵的一种精神。毋过这社会，像陈佩维伫立法院用使用台语来质询，嘛无几个人拍破仔。会当讲这社会主流的思想就无伫遮。毋过有可能对一个讲台语讲较足顺、足流利的人，有可能就会去甲伊讲台语足顺的即个影片，去流传。我就变做去互影响去。我就认为讲台语，我讲台语的价值就是讲较足好、足顺、足有台语气。毋过我愿意开时间去研究台语，这代志无替互社会去拍破仔，就无价值。我嘛受着绑票，受着影响。做这代志，其实咱会无欢喜，是因为咱的头壳内底有一个错误的信念，咱甲即个信念抽条条，咱毋知影讲这是毋对的，这是错误的，嘛袂当讲对也是毋对。毋过这是一个替互实名过的，替互人这社会大众的意见，咱受着影响，因为咱拢无想要做高鸟，拢想要对人行，对会着阵。变做讲，咱若会使甲即种思想去突破，变做讲袂讲别人讲两句就袂当的，就掠讲。因为咱对家己的价值有家己的这套，家己的价值悬也是低，是家己来认定，毋是等待别人。等别人开喙甲家己学落啊！我相信讲，像我的即辈兄弟兄哥，伊即马一个人厝外有可能伫假时假释带伫庄骹，伊心内嘛有讲袂出喙的痛苦。毋过伊就是共款就是即个价值观变讲会影响一个人，
伊有快乐无快乐，伊会找别人麻烦，嘛是也是讲会对别人恶念，即马就是即边兄哥，就是甲即阿伯阿姐安尼会恶念嘛。这拢是其实拢是咱会被动的，会看别人安尼，就足无顺眼的。拢是因为讲，咱遐济人拢追求的价值拢是共一套。虽讲是共一套，若每一个人拢做会到，当然拢无问题啊。拢虽讲就是一模一样，毋过嘛袂要紧。即摆问题就是价值观是共款的，有可能就是有钱、有势、有办法，有厝，有车，等等，有囝有某，有家庭。大家若价值观拢共款，毋过有人做会到，有人做袂到，就变做讲有个人做心内失落感足重的，认为家己的价值足低，有人讲我对着阵，我至少有淡薄仔钱，嘛有后事，有个人就是认为家己虽然有欠缺，毋过嘛算有对着阵，变讲若每一人对家己的价值，迄个失落感，有个人有够重，有个人阁会使，阁会得过。即个时阵相处，若有冲突的时阵，就会变做有足大的冲突。这就是变做讲有个人做敏感的。我认为讲人甲人之间会有啥物互动，其实甲对家己的价值伫倒一方面是有安全感，是有欠缺，是有感觉有够足满足其实是有互因的，这是我的看法。